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砸大昭寺。被砸之后的大昭寺，在大破四旧之后，具体的说，在1966年8月24日之后，遭受重创的大昭寺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从时间上来看，根据采访和有关资料获悉，大昭寺曾被这些机构所占据。1966年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交的部分四旧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在此驻扎数月，寺院里的经板、经书、唐卡等成为做饭烧茶的燃料。对此，曾在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工作过的叶新生与我有这样的对话。那时候是1966年秋季9月10月的样子，当时我是展览小组的成员，我是搞美工的，画连环画。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办公室是在大昭寺2楼上的一个大仓库，肯定是一个大经堂，堆满了破四旧的那些东西。都有些啥东西呢？哎呀，其实乱七八糟的，还有唱片、留声机之类，这些不是大昭寺的，是全拉萨破四旧时收缴的东西都堆在里面。一句话，都是抄家抄来的东西。确实是把经板扔到火里去烧吗？烧了很多东西吗？烧哦，尤其明显的是我们那个工作组，就把那些经板跟柴火一块码在那里烧，就在做饭的时候烧。不过我没有发现带有图案的那种经板，烧的都是带文字的经板。哦，我发现过，我把它抽出来了，偷走了。我还悄悄地拿走了几张唐卡，还有版画。版画就是那种经卷一样的画，一卷一卷的。还有就是藏经板，我也捡了几块。1967年6月，西藏军区派1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称之为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事实上，彼时除了被剥得精光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凡是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工具等皆被运走，凡是泥塑佛像皆被倒入滔滔的拉萨河中。不知军队驻扎的时间有多长，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为大莲子的据点之一，后来又成为赵总的主要据点。其广播站就设在3楼日光殿一侧临街的屋子里，数10名赵总成员住在室内。这期间所剩无几的大昭寺继续遭到破坏。1969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萨紧闭区司令部所占据。正如前述，楼下数十间佛殿都是猪圈，连如今僧侣们举行法会的坛城殿也是猪圈，臭气熏天的猪到处乱拱乱叫。只有释迦牟尼佛殿没有变成猪圈，毫无任何装饰且遭受撞击的释迦牟尼佛像盘坐在漆黑的酒炕深处，默然无言。楼上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军人们的宿舍。一位当时送过猪饲料的老僧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料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赵总成员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做过屠宰场，他们在里面杀猪拔毛。
而达赖喇嘛在祈愿大法会期间下榻的日光殿满墙的壁画上有许多佛或菩萨的脸，都被刀子一类的利器乱刻乱画，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至今可见。大昭寺的僧人告诉我，这是文革时住在这里的军人干的。他指着凹凸不平的地板说，由于他们经常随地泼水，地板早已变形。他还见过一位中央组织部的老干部参观大昭寺，当年是西藏军区的军官，故手指日光殿，得意地说自己就在达赖的屋里住过。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毕业于西藏民族学院的严正中对这时期他每次从莫朱贡卡县出差来拉萨都住在那里的往事记忆很深。许多殿堂都改成招待所的房间，墙上的壁画被烧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给熏得破损不堪。从各地区和附近各县来拉萨的干部和普通百姓皆可投诉，有男有女，有藏人也有汉人或别的民族，言就是回族。最初 0.13 元一个床，后来 0.3 元一个床，服务员也是有男有女，多为藏人。整座寺院看不见一个穿袈裟的僧人。言说，当时拉萨城里下午3、4点就已经没什么人了，6、7点以后简直空无一人，空城一座。如果是10点返回招待所，那已是相当晚了，须得使劲拍打寺院沉重的大门，撕破了嗓子喊好半天才会有人来开门。大昭寺的一位老僧说，在觉康上面的金顶那里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塑像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2个厕所，是招待所的厕所。班丹拉姆的塑像早就被砸了。另一位老僧说，都叫这个招待所是2所，文革后搬到市政府旁边去了，人们都叫它招待马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1981年我重回大昭寺时，看见1楼和2楼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是招待所房间的号码。当时拉萨市委还在大昭寺的大殿内召开3级干部会议。前院金阁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电影院，一些僧舍被设成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1972年，周恩来在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时指出，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随后批示修复大昭寺，传闻这是因为当时被北京收留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希望来拉萨朝拜大昭寺。然而修复者并不清楚空空如也的殿堂里应该安置哪些佛像，佛像里面又该装置哪些圣物，所以秘密请教德高望重的十世德木仁波切。而曾被当作牛鬼蛇神惨遭批斗的德木仁波切重病在身，记忆模糊，濒临人生的最后阶段，只能依凭五世达赖喇嘛于1645年成书的大昭寺目录，艰难地指导工匠和画师复原完成了第1层佛殿。1974年，修复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告一段落，逐渐的被当作施救砸过的大昭寺又允许香火缭绕，祷告回响。尽管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看似幽默的笑话，那的确娘皈依贝那，在藏语里那的意思是佛，皈依的意思是管理寺庙的僧人，贝依那是对回族的称呼，
而的确良虽是当时流行的面料，但它既不是纯毛料，也不是纯棉布，用以比喻不纯粹的东西。意思是佛像不是纯粹的佛像，而管理寺院的人是外道。确实如此，一位姓马的回族当时作为宗教局的领导管理大昭寺。尽管法国记者董立德在1985年获准访问拉萨时，面对大昭寺里崭新的菩萨塑像及刚完成的壁画感到震惊与不安，认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剧院的舞台布景里似的。仓促的整建、翻修、维修的结果，只是把几乎毁灭一种文化的政治风貌所造成的破坏情景加上越描越黑的注解而已。但无论如何，堪称幸事的是，广大佛教信徒重又见到了劫后余生的释迦牟尼佛那悲悯众生的微笑。许多曾经充当那场革命的急先锋的积极分子追悔莫及，渴望洗心革面。2003年3月，在大昭寺，一位曾被囚禁7年、劳动改造13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喇嘛已故，含着热泪对我说：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历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当时曾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长头的大门口还架着栏杆，每天只卖2000张票，每张票1毛钱，所以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排队，常常排队一晚上，睡觉就睡在地上。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宁姐，可怜啊，那么多的西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见过觉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佛，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后来班禅仁波切回到拉萨，在大昭寺举办法会给信徒摸顶时，排队的人都排到了邮电大楼那里，有几公里长，有一个人还被挤死了。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敢想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于是从此以后，大昭寺再度成为佛教圣地中的圣地，人间烟火中的烟火。但是今已变成旅游景点。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